希望醫管局能夠加強基層醫療嘅發展。醫管局喺成立嘅初期咧，主要係負責住院嘅服務，基層醫療服務係由衛生署去負責。但自從醫管局接管咗有關嘅服務之後，基層醫療嘅服務咧依然都係停滯不前。直到最近呢，政府係逐步落實醫療改革，先至開始咧係重視呢個基層醫療，並且係提出咗相關嘅發展策略。民建聯認為啊，醫管局作為公營醫療系統嘅旗艦機構咧，應該係有傾斜性咁樣去將資源投放，以及相關嘅政策咧係去發展基層醫療。呢啲包括咧係興建社區嘅健康中心啦，提供跨醫療專業嘅服務啦，令到咧係喺社區裏面，特別係我哋嘅長者同埋長期病患者咧，佢哋係得到相應嘅照顧。大家都知道咧，政府近年係銳意透過公私營合作去舒緩公營服務嘅壓力，推出咗共同護理計劃等等嘅項目，鼓勵病人咧轉去睇私家醫生。但係咧，我哋睇到出嚟嘅效果咧，依然都唔係太踴躍。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咧係資助額不足嘅問題，特別係近期我哋都睇到咧有報道指出咧，私家醫生係面對緊呢個租金嘅上升，藥物咧亦都係越嚟越貴，逐步咧都開始加價啦。市民根本咧就係冇信心可以應付到呢啲長期嘅額外嘅醫療開支，所以寧願咧繼續係留喺公營醫療系統裏面。所以我希望咧當局能夠加大計劃嘅資助額，以便咧分流市民去到私營嘅醫療體系裏面，減輕醫管局嘅過分依賴。